踮在船上，不惊海风寒。阮也着该帮忙，惊我去船边要烧，将彼人接过来，找着呀老子看。阮虽然脚手出来，哎呀，心内真甜活。一家来打拼，想起船上生活，有甲心叹疼。阮应该放下忧闷，安慰心内忧伤，将彼人接过来，为着呀车子声。嫌弃船做人坐你，哎呀一笑，怨恨也唔正。离开着一个月夜，今日已经再相会，一定已像阮林内小无的经体。阮现在唔通问伊，伊心甲放嘛要伊烧。将彼人接过来，怎样呀？